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收睇我哋 Thinking Tech 系列嘅新一集。我係 Samudra Senthil，係 Manage Engine 嘅企業分析師。今日我哋會講一個你可能未意識到係問題嘅問題。我哋會講多重認證疲勞。其實我哋都好重視用多重認證去驗證身份帶嚟嘅額外安全保障。呢個係保護我哋網上資料嘅一個好方法。不過咁樣都令成個流程變得好複雜。呢一種複雜性就引發咗一個新現象，叫做多重認證疲勞。而騙徒就好想利用呢個漏洞。繼續留意我哋，等我哋一齊拆解呢個網絡威脅背後嘅複雜性，學下點樣加強你自己嘅防禦。想象下，星期一朝早好忙，你只係想登入你哋工作電郵，你輸入嘅密碼過咗關，多重認證通知彈出嚟，你又過咗關，你甚至要向機械人證明你唔係機械人都過咗關，但係你可能仲會因為可疑活動而被標記。講真，我哋有幾耐咁停一停，睇下嗰個貼士其實係咩嚟嘅？我哋喺某個時候開始，全部都自動駕駛咗，見到提示就盲目啲接受。問題就係咁樣出現。咁我哋繼續之前，不如先了解下咩係多重認證 MFA。多重認證係一個好重要嘅安全措施，要求用戶喺網上用多個驗證方式證明自己身份。呢啲驗證方式可能包括2樣或者3樣嘅，例如你知道佢哋好似密碼，你擁有嘅哋好似裝置，同埋只屬於你自己嘅嘢，好似指紋。而家加咗咁多步驟，其實我哋會撳都唔出奇，遲早都會覺得厭倦。多重認證攻擊又叫做 MFA 轟炸或者 MFA 計裝，係一種社交工程手法。透過不停發送多重認證請求去煩擾受害人，希望佢哋因為佢或者煩到頂唔順，最終會錯手批咗其中一個請求。你可能會問，佢做有咩目的？就係想逼一個人無意中幫黑客認證，等黑客可以入侵你嘅系統或者賬戶。而家我哋逐步拆解下 MFA 攻擊係點發生嘅。第一步就係收集資料。攻擊者通常會先了解目標嘅資料，例如用戶名、密碼，仲有佢哋慣用嘅多重認證方式，好似 SMS 短信或者推送通知。呢啲資料可以透過資料外泄或者釣魚攻擊收集返嚟。第二步就係登入嘗試，攻擊者會用偷返佢嘅賬戶資料去試下登入目標裝置。第三步就係觸發多重認證，因為開咗多重認證，系統就會發送第2重認證請求去目標裝置。而家到最後一步，多重認證轟炸同埋批准，攻擊者會快速發送多次登入嘗試，令到目標裝置不停收到多重認證提示。受害人之後可能唔小心或者有意批准咗其中一個提示，佢就俾咗黑客入到咗部機或者賬戶。佢既然多重認證已經成為我哋網絡安全策略嘅重要一環，我哋可以點做呢？以下有幾個小貼士俾你參考下。千祈唔好批准任何你哋預期到咁多重認證提示，記住要檢查裝置資料係咪真確，要留意可疑嘅提示，發現就要即刻報俾你嘅 IT 同安全團隊。最後要訓練用戶識別釣魚攻擊，對任何要求你即刻行動嘅電郵都要特別小心。而家我哋講下技術層面嘅控制。情景感知認證可以考慮用嘅認證系統喺登入時提供多啲資料，例如裝置、時間同埋其他相關資訊，咁樣可以令用戶更容易判斷請求係咪真係合法。更強嘅多重認證方法，建議選用更安全嘅多重認證方法，例如安全金礦或者基於時間嘅一次性密碼。唔好用推送通知或者 SMS， 因為嗰啲比較容易俾人濫發。記住，多重認證只係安全防護其中一層，要配合強密碼、定期更新軟件同埋終端安全方案一齊用，先至可以達到最佳保護效果。最後記得一定要有應變計劃，遇到懷疑係多重認證疲勞攻擊嘅時候，要有清晰嘅應對計劃，包括通知用戶、賬戶鎖定程序同埋調查指引。永遠要記住，預防先係最重要。你越主動，越了解情況，就越唔容易中招。多重認證攻擊不斷進化，所以你嘅防禦措施都要跟住一齊進步同適應。多層次安全防護，包括多重認證請求同用戶意識，係對抗呢啲攻擊最有效嘅方法。咁我哋今集 Thinking Tech 就嚟到尾聲啦。如果你仲想發掘更多有趣嘅科技話題，記得去睇下我哋 Thinking Tech 系列其他影片。仲有唔好忘記訂閱 Manage Engine Insights， 每個月都會有最新科技資訊送到你嘅電郵信箱。下次見啦，記得保持安全同時刻警覺。